多支持MOD 也支持有线电视降价这个政策各下洪立伟以立法院不断的追踪，谢谢大家。等一下，再一次哦。MOD 看电视，赞。好，MOD 看电视，赞赞赞。好 ，MOD 看电视，赞赞赞。MOD 的这个成为中华电信 MOD 的收视的用户哦，所以这边跟各位做一个报告。中华电信这边好签名，好，各位大哥 OK 了吗？那我们接下来用户的这样的一个签约的仪式。这个是有签名的。立光，爱你好的远离开了，这里爱你好的远离开了。都可以分组互惠哈，那分组互惠在全国的部分，它也已经有通过，但是这个要地方政府要去配合嘛。那目前已经有配合的这个地方政府是台南市哈，我在新闻稿里面有写到哈，台南市有配合，为什么他会先配合？因为那时候我执行的时候是赖清德当行政院长，所以他就会依他自己台南市优先的来配合。那至于其他县市要不要配合我们还是希望说地方政府如果站在消费者的权益上应该也要响应这个分组付费。那个看电视可以降价了那不管是在有线电视的部分，我们还要再持续的努力。那非常感谢中华电信 MOD， 它目前所推出的这个自选餐已经有200块这么便宜的价格。那中华电信即将在今天下午推出这个重大的政策那如看板上所写的这个自选的有20个频道的是200元那自选在50个频道的是300元全选的是350元已经非常的便宜那也呼吁所有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要看好的电视、好的频道可以自己选的，可以来订阅这个 MOD。